牛早。现在是前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8页，解说甲正文第48页。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二节。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二节，就是解说甲对境心所起，菩提作无中，就是解说甲这个所在。即马应该呢，要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顿渐品第8。顿渐品就是讲伫咧解说顿法甲渐法。安尼名叫做讲做顿渐品。顿渐品啊，就是讲禅宗呢分为南顿北渐。禅宗分为南顿北渐，那是有一般的学者的讲法啦。在六祖慧能大师迄个时阵，实在是无有南顿北渐的分别。到甲以后呢，就有造成这个南顿北渐来。这位新秀大师呢，就是属于北渐方面；慧能大师就是属于南顿方面。讲起新秀大师呢，伊的身躯的悬呢有8尺，也伊的面貌生起真正秀气，伊的耳仔呢也真正大个，可以讲就是威风堂堂啊，是属于圣贤的温容。这位新秀大师在五祖的门下做教授师，也可以讲就是五祖门下700个弟子的领导者。伊呢，在五祖允许之下，在义方年中，踮在荆州的玉泉寺，到甲90元年，就是纪元700年迄个时阵，已经是90岁以上。结果呢，就收到接天武号呢，来甲伊请出去。然后呢，搁再做这个中宗以及甲瑞宗之师。伊在辛良2年，就是706年2月迄个时阵，在洛阳的天宫寺圆寂。在迄一年的3月2日啦，就赐这个大通禅师的号。听讲伊的门下呢有3000个，可见这位新秀大师在北方啦。原来是伫大方禅宗，在伊门下土地有一个义福甲普济，但是可惜呢，到甲以后就无搁再有好的继承者出来，所以新秀大师的禅呢，到甲以后就等于无传。咱即马过来讲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继承六祖慧能大师的法的有一个叫做悟得神会。
我伫新会，伊在开元8年迄个时阵啊，踮在南阳的良兴市。在开元22年，也就是纪元734年迄个时阵啊，搁在一个古台大婚事来开武者大会。就在迄个武者大会席上啊，对新秀大师的系统有2句话的批评啊，就是讲书信是磅啊，法文是占。意思就是讲新秀大师伊所继承的啦，毋是属于正统。也新秀大师呢，伊的法文是属于占。伊有即个主张啦，也可以讲就是分起了南顿北占，将个所在分起。当然，迄当时阵新秀系统的人是在北方伫伫咧弘扬禅宗，对于南方新会的即款的攻击，在北方的方面啊，实在也无受到什么款的影响。伫遐2个所在也无法度做什么款的反应。但是在开元24年，就是纪元736年迄个时阵，新秀大师门下的义福离开世间。开元27年，也就是纪元739年迄个时阵，普净呢又搁再离开世间。以后呢，在伊门下无出到什么款的杰出的人才，结果呢，新秀大师的系统啊，就安尼呢，就慢慢就消失。但一方面，乌德新会伊的门道啊，非常的济。也以后南宗的禅，就是讲六祖大师系统的禅，渐渐呢，也弘扬到北方去。所以无偌久的时间，全中国啊，拢就是属于六祖慧能大师的系统。那既然是安尼，当然啊，也变成无有南顿北占。所以事实上有这个南顿北占的对立，这个时间呢，应该是非常的短。不过在这个所在啊，却也有论起顿占这个问题。有一寡学者就讲，这段呢可能啊，毋是当其时新秀大师啊，毋是当其时慧能大师的开始，可能呢就是以后的人啊，搁再甲伊插落去。那不管是如何啦，在这个所在啊，有伫咧讲南顿北占修行的方法，这点呢，确实啊，值得咱家注意，值得咱家研究。即嘛顿占品第8，就是咧指南方的顿禅，北方的占禅，啊，就是新秀大师的占修，以及甲慧能大师的顿悟方面，这是咱这部六祖坛经10品其中的属于第8品。下面正文就是祖师记做客宝林。新秀大师在荆州玉泉寺，武是两宗成法，人皆称南陵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占之分。以学者目的中出，思为掌握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则一种，见有地质，何名顿占？法无顿占，人有二顿，故名顿占。然受之道中，往往记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中？受怨，他得无数之地，侵我上升，我不如也。请
请五师五祖亲传依法，以度人在。五行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因。拟定诸人不抵此，可往做客参观。即嘛要来解说这段。时祖师其做客无临，时就是讲在迄个时阵。伫遮所讲在迄个时阵啦，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的所在接受衣钵了。甲迄个帕拉队的啊，伫遐住10几年，流浪伫迄个所在。然后呢，就拄着印宗法师。印宗法师知影讲，这位就是六祖慧能，因此呢，就替伊举行完整仪式，搁再请介师来甲传解。了后呢，就互咱家请去做客伫迄个宝林寺。所以伫遮所讲，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呢，在做客宝林寺弘法迄个时阵，这个祖师就是咧指六祖慧能大师咯。讲这个祖师啊，踮在迄个做客的宝林寺。这个做客呢，就是广东要通往武汉的途中啊，一个森林地带可以讲就是一个真正好的迄个所在。咱过去的出家人伫咧修行拢是在迄个山间因为山间呢，在修行方面啊，比较呢，较会当好来脱离掉遮世俗的气氛。当然啦，那是一个修行功夫好的人，无论是讲在都市，无论是讲在乡下，无论是在山间，拢是共款。但若是一个初伫咧学佛修行的人，选择场所也是有必要，因为这个场所呢，也会去影响一个人的心，尤其是对这个道心方面真有影响。也这个做客宝林就是一个好的所在。讲在迄个时阵，六祖慧能大师是踮在做客宝林，伫咧弘法。新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讲新秀大师呢，是在这个荆州的南边，在玉泉寺的所在。这个荆州南边就是在北方啦，在北方玉泉寺伫咧弘扬佛法。那事实上，这位新秀大师出来弘扬佛法，是比六祖慧能大师搁较早。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伊虽然是接五祖的法，伊却是稳期了15年，甲遐帕拉的人做伙。在迄个时阵啊，新秀大师已经是在北方伫咧弘扬禅宗啦。这边讲武是两宗成法，人皆称南陵北秀。武是就是讲在迄个时阵。讲在迄个时阵呢，两宗成法，所以叫做两宗成法，就是讲北宗甲南宗。在北方是新秀大师伫咧弘扬，在南方呢，就是慧能大师伫咧弘扬。但因两个所弘扬的呢，当然本来就是有所不同。这呢，看新秀大师的记，甲慧能大师的记就可以了解。新秀大师就是讲，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目输家珍爱。依照新秀大师的看法，就是讲咱这个身躯啊，就是一张菩提树，心就是一个明镜台。但是咱这个心呢，会起在梦想烦恼，去染污掉。就像迄个镜有迄个垃圾会卡掉的，所以时时刻刻甲伊拭落清气，毋通会有垃圾。就是讲把这个烦恼啊，时时刻刻爱甲伊对峙、甲伊消除，毋通这个烦恼呢来染污咱的心。所以新秀大师呢，伊是站在修行方面，
那么既然讲起修行呢，就是有阶段，就是变成一种的渐啦。慧能大师毋是讲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讲菩提这毋是一张树，明镜也毋是一个台，本来是无一个物件伫咧，哪里有惹尘埃啦？所以慧能大师是站在伊的了悟的心境啊，来讲这个想法，来传想法。因为本身已经了悟啦。所以所讲的拢是直接了当。新秀大师还搁在修行阶段中，所以就必须一步一步来。有两个人的心境不同，当然所传的不同。因为所传不同，就形成了南北的不同。所以北方呢，自自然然啊，就变成渐啦；南方自自然然变成顿。顿渐应该呢是安尼分来。因为在迄个时阵，无论是南北拢成化。六祖慧能大师伊虽然是讲较慢出来但是一直出来了啊，哇，非常的轰动。所以亲近的人非常的济，伊的想法呢，免偌久啊，就形成起来了。迄当时阵的人呢，拢称呼叫做南陵北秀。南陵北秀就是讲南方呢是慧能，北秀就是讲北方呢就是新秀。在当其时这人拢甲称呼讲就是南方的慧能，也北方的新秀，安尼叫做人改称南陵北秀。一边讲古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啦。古有就是讲，所以才有啦。讲所以呢，才有这个南北这两种顿甲渐的分别。因为新秀大师伊站在修行的立场来教人，慧能大师是站在伊悟的立场呢来教人，就各个不同。结果呢，就变成有南宗甲北宗。这两种，南宗呢是属于顿禅，北宗呢是属于渐禅，就有这款的分别。要这款的分别了啊，学者呢目的总处。这个学者就是讲，要修学禅宗的人，要修学禅宗的人呢，所无法度好来了解伊的宗处。宗就是宗旨啦，处就是归处。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到底是南宗较对呢，或者是北宗较对啊？因遮人啦，无法度去了解，因为个人讲个人的，个人所讲不同。依照新秀大师所讲，就是讲心啊会起烦恼，心呢会生起染污，所以必须啊好好啦，将这个心的烦恼给扫除掉，赶紧认真修。不过慧能大师讲，心这是无形无相的物件。既然无形无相的物件，要对生烦恼啊？无烦恼，那无烦恼就免修啦。两个讲法的完全不同，在这不同中，到底什么人较对呢？因在学者无法度了解其中的宗旨，其中的归处。一边思维障碍法。本一宗啊，人有南北，法则一种，见有地质，好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离顿，故名顿渐。思维障碍，思就是在指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就对当其时在大众来讲就是以文下道众。对文下道众来讲啦，讲法呢本一宗，就是讲佛法啦，本来呢只有是一个宗旨而已。但是人啊有南有北，法本来呢是无分的啦。
分是安怎分呢？就是由人去分，法本一宗，人有难报。那是由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伊所甲咱开示，在《法华经》内底讲得真正清楚，就是讲佛啊，为一代师因缘出现在世间。这个一代师因缘是啥物呢？就是为开示五业众生佛之知见，也就是讲要来开示众生，使众生会当好五业佛的知见。我讲较白话，就是讲希望众生个个拢会当成佛，所以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这就是法啦，本来就是一种。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来世间，就是只有为着这项代志，无为着第二项的代志。伊目标呢，只有一个意义；伊宗旨呢，只有一个意义，无第二个。也有达摩祖师所传落来三种之法，就是不入文字，教外别传，直至人心见性成佛。所以约三种讲起来呢，伊是主张讲毋通拘束在文字方面，在这个文字以外，就是讲跳出掉这个文字的拘束以外呢，来传这个三种的法文，也所传的就是直指人心，就是讲真正直接来指出啦咱众生的心，使咱会当明心见性，见性会当来成佛。这呢就是三宗的宗旨。所以约三宗的宗旨讲起来，嘛是只有一宗啦，无第二项。并无讲这个三宗是教外别传，迄个三宗呢是教内自传，并无安尼。所以法本一宗。那法世间是只有一种意义啦。人呢，确实有分南有分北，有南有南北之分，也就是讲，由于个人的不同呢，所以对法的传扬，在方法上呢，又产生了差别出来。所以下面就讲法则一种见有地质，讲这个法只有是一种意义，佛法是无两种，真理呢是只有一个。假如讲法若是有两种这都毋是真理啦。真理这应该就是唯一无二才对。毋过呢，见有地质，这个见就是讲你个见到这个真理有紧有慢。真理本身这是一种意义唯一，这咪就讲真啦。若是有两个、有三个，这都毋叫做真啦。真理是只有一个意义，但是呢，要见真理这个人，就是讲你要会当了悟真理的人呢，就有慢有紧。是安怎慢是安怎紧就是讲你这个人若是根基较赖真紧你就会当来见到真理。你的根基若是较钝呢，你就较慢去见到真理。就参像神秀甲慧能这两个。神秀大师在五祖门下已经亲近五祖足久但是伊还阁是在修行的阶段中。六祖呢，只有甲伊做伙8个月，事实上也无啥去亲近着，确实随时会当回来了悟佛法，这就是见有地质。注意看先听足。只有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